你乖，我来讲，我即摆要来找叔叔去，我要甲伊爱，我两个爱较严重的，你看。阿妈啦，哎呦，咱真正误会大啦！林冠六，林冠六。 书记长，你身体较好，会用来上班啊？是啊，我是来行行看看，看是毋是会当想到啥物。也毋过，我心亏会知啊，我也是想袂起啥物代志。不要紧，这种代志袂去着急的，爱看看来。你先等去养病，等你人若较好，才随时转来上班。我会向顶司报告。红姐，红姐，哎，是，照顾一下。红姐，你有看到叔叔去无？啊？我来遮啦。叔叔去，原来你在遮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是安怎啦？就迄天哦，我听你讲遐话，等于安尼，上侪想了足久的。既然天公伯啊，我这个机会重新做人，我嘛无爱搁做一个个人怨的人，所以，我秘一间庙底想足侪工的，我决定要辞职啦。啥？你要辞职？我辞职嘛是为着你啊！啊？为着我？我无叫你莫做代志啊！你毋是讲你讨厌像我这种日本走狗？我会记得，当我目睭是铁金，看到你温柔的眼神，迄时我足感动的。我爱着你啊！警官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去做一个普通人，好吗？好，书记长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你若要转来上班，你随时再转。多谢警官。我姑娘，即摆我已经毋是日本走狗啊！你给我一个机会。我捧。唔通啊，我来了啊。无啦，这收啦，收较主要，我捧得。来，准备食饭啊啦！嘿，无你这个害啥？到这人紧张叫嚣，食饭紧好就好啊啦。嘿，好，歹势啦，讲了关系，我以后一定改。老张，赶紧倒来食饭，食饭。这样食饭。来来，我来底饭啊。好，当然呀，食饭。坐下。骹手阁真紧安喏。我是来等你的。那当然不吃你啊你。无啦，大你都唔知的，看到伊我规把好的。那你无风度啦，面相歹啊。来，坐落食。你桥后壁创啥啦？啊！我上去人桥后壁，你知无啦？你要甲安三？无啦，我等你坐咧，通我捧互你啊。你够家暴的你啊！哎，你最爱欺负叔叔气上哦。啊，伊就个人怨。好啊啦，恁两个是创啥？食饭皇帝大啦，都弯，食饭。来，坐落来坐伫遮。恁一个伙吼，恁先食，等恁食饱后，我才去食啦。你是咧讲啥？坐落来讲斗阵食啦，对啦。你食毋食无所在通去？我看规矩吼，都遮大乱。袂咩啊，大啊！咱遮住3下已经真客啊呢，搁加一个即摆吼，收钱啊啦！那是你偌钱啦？这是阮兜了。出去去，这是。我跟你讲，因为着我死头路，我收你这是应该啊。赢哦，哼，互你赢。
食饭，来。食饭啦，洗洗去。我叫你消灭迄阵抗日分子，你伫等啥？报告督察，我咧等候上好的时机。等，叫我等什么时阵？小等下，你中意啥？你将代志办得好，我一定互你甲走天来。我靠！你免惊，免惊哦！督察，我会担心我的任务，你莫伤害我的查某囝。我会担心我的任务，我随时去行动。我为了政府希望，我拜托你，你莫伤害我的查某囝。你让我抱我的查某囝好无？当然好啊！我为日本遮远的所在甲带来，就是要互你抱的啊！你讲牛逼啊！啊，天明大哪无来？伊今仔有代志袂用来，我互恁看请物件。想袂到紧，就摕着这支钱杀不落。啊，毋知影这支钱为你到底是有偌大？这个钱威力真大，不但大，搁紧，甚至搁会去连发。我哪天终于是你，想袂到你安尼对待我。金辉呀，金辉呀！大爱，明大，你等下，起，我咧等你食饭了，起。大爱啊，你是安那？心情敢足郁卒的？是啊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哦？六嫂，你拢知影？即摆恁两个是安怎啦？若出一个声咧，你是要甲阮两个惊死哦？要来控制兄弟，这合的所在叫日本人抄去，所有的同志，一个拢死。拢死啊！我甲因约好，会会讨论，啥查我一到，所有兄弟拢白白牺牲啊！迄个所在较安全，哪有可能要日本人抄伊啦？敢会是咱有人来神通外鬼？这个情形是有这个可能。如果大家拢是出心日死兄弟，感情遐尼好，是谁来出卖咱的？妈，我才讲多一个要死啊！我绝对要甲掠起来，碎尸万段。阮一个同志拢是安尼拍拼伫奔波，才要有一个结果，
都还袂输赢咧，迄个最宝贵的性命，完了被牺牲。绝对袂白白牺牲，要找出凶手，替这兄弟报仇。你求全地下，死命才冤客。阿芳姑娘，你有水打未？头前有一间茶馆吼，咱来啉一碗茶好唔？要去你家去啦，我本来要三亲四故吼，去接办遐牺牲的仪式啦。遗书？什么遗书啊？哎呦，该讲你嘛唔捌啦，较紧的啦，人菜车要收大啦。哎，你先创啥啦？我甲你讲菜哪啊？头前吼，你要三亲四故哦，这哪会变足重的？你不看无法的啦。你雄雄安尼，我也袂习惯啦。啊，你嘛爱较欢喜淡薄啊！你若无欢喜哦，我若嘛会对你有准。假使讲哦，会用互你较欢喜淡薄啊，我互你拍，互你骂，我嘛甘愿。你啥哪要对我这么好啦？啊，这哪得去问？因为我介意你啊！我若无对你好，你哪有可能当头愿意肯嫁我咧？嫁你！阿阮姑娘，你敢愿意做我阿哪达？遮尔晚，哪会去困？困袂去啊。天明大，你还搁咧为死去遐艺术咧伤心事？这款失去亲兄弟的痛苦，我上了解，因为天好大，伊就是安尼来牺牲的。无啦，阮大个代志，也拢过去啊。即摆上重要的，你家己要为着你的幸福拍算才对。你是讲我甲叔叔其他人代志？也毋过，我不忍心。假使讲，我若真是甲叔叔去上做伙，天好大，在天一日，一定会足孤单，一定会足无伴的了。袂啦，阮大个袂安尼想啦。伊阵若知影讲，这世界上还阁有人会当互你幸福，阁会当照顾你，一定会足欢喜。你家己当想袂开啦。幸福来的时阵，你也知影把握，知无？那我甲天好大，啊，无啦，无啦。你阵若真是吼，遐尼心袂安，啊，要过去啦，咱就要内面甲阮大海跋一粒杯，问伊的意见安怎？这边呢？你看嘛，阮安怎来答应，你就放心啊。天好大，假使讲你若答应我叫叔叔去送，请你我一个上杯。上杯？无啦，安尼表示阮会晓答应啊。天好大，既然你都答应啊，我就袂切你的意。不过，你伫咧天顶，你都要我保重的。奇怪，这个叔叔去送，昨暗规暝拢无回来，毋知佫芳去袂？人也毋是恁翁仔啦，你是烦恼要死哦。阿母姑娘，阿母姑娘，这哪呀？哎呦，叔叔去送，你昨
昨规暝是去倒位啦？我要烦恼死。啊，我伫家人买这啊。叔叔医生，大人兄，转来就好，转来就好。你讲你昨暗规暝无倒来，就是去家人买这个月款。对啊，我早早就是要买物件要送你啊。啊，我听人讲哦，家人港迄边货色搁多啊搁水，啊，我就坐火车去看。啊，谁知影讲哦，看一个时间过头去，啊，无车通好转来，我就安尼吼，透暝行铁路，行到天光才行倒来咧。啥？行10 km 行到天光？哎呀，那你就出忝啊，较济啦。袂啦，这小可代志啦，只要你若有介意哦，我袂忝啦。大个，哎，迄人哦，过去代志拢当放袂记，看即个代志哦，记啊条条条。叔叔医生，来，你今仔借我看看。这个啊，不然啦，这个吼，甲你皮肤哦，足合适的咧。给弄看嘛，弄看嘛。啊，我讲你，你若无介意哦，我听听话就好啦。你茫靠迄。当然你忙睇我啦，我就介意的啦，就是互你开这么多钱，就感谢你的。是啦，后摆若昨暗吼，烦恼一暗，就惊你胖见。即摆转来吼，大家拢是安心啊啦吼。来来来，大阿兄，其实哦，我送这个礼物就互阿阮姑娘，是我的想法的。我破病这段时间，受恁大家安尼照顾，才使我感觉到家庭的温暖。所以哦，我也真想要有一个属于我家己的家庭。我输出去哦，无钱无钱，所以请大家原谅，我一个人甲阮姑娘提心好。袂啦，我反对啦。我输出去哦，无钱无钱，所以请大家原谅，我一个人甲阮姑娘提心好。袂啦，我反对啦。叔叔医生，我嘛希望吼阿婉吼有一个真好的归宿，啊是讲即款代志吼，我甲咪姑的免个替伊决定啦。也是阿婉吼，家己讲较好啦。大阿兄，有你这话吼，我就放心啊。我一定会好好打拼，互阿阮姑娘顶头的。叔叔医生，你安尼透暝行路，行到天光吼，你一定足忝的。你先去洗手面，我来去甲恁掺早顿啦。我来斗三工吼。大个，原来哦，你查某囡仔遮好骗上啦，清清楚楚买一个玉环，就当怪着啊。这招我真正无学着。安尼遐尼无风度啦。迄个毋是无风度啊，迄根本。你即摆恁的心肝拢我去输出去遐啦，我白讲啊啦。早顿我无爱食，中昼免甲我叫啊。别搞咯，真正拢做叔叔去啊！我看叔叔去，这个是重要感情。我袂来，还做安顺，调查敌人的敌情互我，不但无回报，我规个厝甲敌人迄边去，真正要惊你我去。听讲伊拢讲到要嫁娶呢。是啊，哦，真好，我一个查某人就忍住，将我土沙龙的交代代志拢放啊袂记。我会忍耐，等你继续跟落，相信随转来甲我讲，嗨。这就是拉。哇，拉呢？拉，おはよう。お母さん、拉就好帅呢。阿芬，我较早细汉的时阵，常常捌咧溪仔边摸拉哦。お母さ
我嘛要望啦，我嘛要甲拉说。什么人？我。报告你。你有啥？哎，来，姐姐。多谢。坐啦，啊，我若特别替你煮的鸡汤啦，我送过来互你啉。多谢。坐啦。啊，你无闲啥？我在看一寡资料，看是毋是会当较紧查出开始抗日同志的凶手。多谢，浪费你遮侪时间安尼。唔通安尼讲。哎，做高水的囡仔是啥？是我的查某囝。咱毋捌听你讲过咧，叫什么名？即摆偌大啊？伊叫做阿芬，已经5岁啊。哦，阿芬。是我甲较多伫日本生的。我想要拜托我的朋友来照顾伊。遮尔细汉的囡仔，都无爸无母伫边仔照顾，实在是真可怜。你讲的无毋对。伊出世来，我做查某囝实在是真可怜。我是一个无负责任的乌卡桑。自从伊出世，我就伫咧四处奔波，将来长爸好好踮伊的身躯边照顾伊、疼惜伊。讲起来，恁查某囝的命运，甲我的后生是参像的，拢是无许大人伫边仔照顾伊囡仔。我的后生，即马甲我的丈人带做伙。讲实在，咱两个拢是无负责任的爸母。有啥？这种生活，我过了足痛苦，足野心的。咱是毋是会当斗阵脱离这个监狱，莫搁再过这种流浪的生活？你看，咱会用斗阵创造一个真幸福的家庭，互咱的四岁有老爸老母通疼惜，会当享受家庭的温暖。咱吼已经过了到无斗阵食饭啊，今仔日咯是会做难得的。叔叔姐，做阵来，做阵来。趁即摆大家拢伫咧吼，我甲大家宣布一件真重要的代志。哎呦，唔通啊，唔通这个时阵讲啊。别紧啦，早讲晚讲拢是爱讲啊，对毋对？大阿兄，小阿兄，啊，我若当要嫁我呢？啊，阮的婚礼吼，定定有我话车。我啦，恭喜你哦！叫你莫讲，你看啦，咱歹势啦。你是讲后开话册？剩无几工了，啊物件拢传好无？欠啥？尽量甲我讲，我甲你负责到底。我爸。食饭啊！来来来。饼爱十鸭，啊，搁有板豆，搁安怎吼？嘛爱板两豆，对，两豆，啊，搁有新娘纱，对，新娘纱。袂用，到惠弟，我从来拢毋茫讲有即一天，既然无想过，就醒起来好啊！莫开啊啦！哈，莫开，唔好黑白开钱。啊，我呐。哦，你是要甲我惊死的吼啦！你敢若冇变鬼安尼？
暗毋困，创啥啦？我有话要甲你讲啦。可是讲你若是来靠讲，我莫嫁伊。歹势，已经袂赴啊。我知影袂赴啊。啊是专工要来甲我考试，歹势，我嘛无想要听。我即摆哪有迄个心情甲你考试啦？我是要摕物件互你啦。我平常时啊，毋捌咧欠钱，我总财产哦，就敢遮尔。你收起来啦。你摕这我是要创啥啦？你要嫁互迄个死骹走狗，我叫是讲哦，你是为着要气我。事后我才发现着讲，迄个苏苏琪其实对你真好，你嘛真关心伊。既然你就拢决定啊，我嘛无话通讲。来啦，你收起来啦。哦，袂用的啦，这是你辛苦赚的钱，我袂用摕啦。钱搁赚着有啊啦。结婚哦，一世人甲一摆尔，袂当互你伤老气啊。讲实在的，你吼是我这世人拄过心肝上好、上纯洁、上死心的一个查某囡仔。啊，即摆你要嫁互迄个，我就感觉迄个苏苏琪哦，一点仔都配你袂过。我心内足毋甘的。这阵仔拢是我毋好啦，一直咧甲你搭嘴，常常咧吵吵闹闹。我即摆伫这，我甲你回心咧。阿婉啊，莫搞啦！你即马吼是上幸福的人啊，你应该欢喜才对啊，吼。阿婉，来啦，遮你收起来，去做一领吼，甲正样礼服，起一束啊，较水的相片哈。让阮阿婉啊吼，爱过上幸福的日子，装作上水的新娘，先做甲我迄份吼，先做过，爱记得留一张相片，互我做纪念。多谢你。是要多谢啥啦？莫哭啦！食到遮大汉人要嫁啊，还搁咧哭。你安尼啊，我感觉我敢若咧嫁查某囝，我会足毋甘的，你知无？阿芬，这是我较衫买互你的乌领药，有水无？有啊，就是。乌领药甲阿芬同款乖。豆菜，阿芬敢若这身乌领药通算，你害伊好无？你嫌去？莫搁讲乌林友的代志，讲笑，我就会逮捕到人内底。林峰，我希望你莫甲苏苏琪同款。苏苏琪，苏苏琪也是咱组织的人。我是长官，我哪一点仔都唔知影。我这个代志，你无需要知影伤济。当初我派苏苏琪接近阿曼，是调查了点李挂人，结果咧，几个人厝甲伫你迄边去，另个怪，你家己的命，苏苏琪甲我做掉。豆菜，苏苏琪已经死一啦，跟咱政府无关系啊，那着搁杀伊。反背政府，我土沙人的民主写了了，啊，跟我无关系。伊是我的眼线，阮政府的秘密知影伤济，我杀伊，
还不断。爱弟弟，反背政府，下场干那一字死，无啥物好参详的。来，阿家婆，你我卡上，还有代志要问。豆仔，我是要听的，唔是要介意。乖，乖，好，免惊，好，你免惊，来，过去，免惊，过去，好。来。お母さんお母さ一个买菜姑娘，买菜姑娘，买出家来，买出家来。阿文，嘿嘿嘿，哦，够水的，我哪遐咬啦？司机长，哦，心情真好吼，搁会唱歌念曲。王子啊，无咧，我头一摆做新郎，当然欢喜嘛。敢若你一个人伫？对啊，迄阿文啊吼，伊去传一寡结婚买用的物件，啊了送甲玫瑰吼，哇，透早就无看迄人啊。啊你坐啊，吼。多谢。我订一寡茶互你啦。啊因咯，两面就转啊，袂足久的嘿。王子啊。司机长，哎，这杯我敬。啊无咯，这哪哎呦，这歹势啦，这。恭喜啊！多谢，我敬你啊。王子啊！司机长，你做走狗就要做铁地，要若无只有死路一条。王子啊，拜托，莫安尼啦。毋是我要杀你，是小金督察要杀你。哎呀，是对一个督察，拜托，王子啊！你做你安心啊去，找伊15，我会小金纸互你。你做你安心啊去，找伊15，我会烧金纸互你。想要人了解，了解我有心偌酸。小酒，小酒了解。无啉嘛，我棺材要过几摆。胭脂水粉安怎卖哈？小姐，看你喙笑目笑，有意思的款哦。好，算你较俗的，胭脂3角，
啊，若升值保温呢2角，防水呢5角就好啦。哟，这俗哦！哎，安尼我都要爱。安尼哦，好，随便包起来哦。哎，阿伯啦，安尼伫遮啦，我做你买物件。买好未？啊，买好，我载你转去啊。好啦好啦，我给你好，多谢哦。有啊。阿仔，叫我北市那落水港边有一间竹仔厝发生命案，叫警察随去处理。嗨！哦，这呀，哎。你过啊？我来不在遮啦。奇怪。来臭烧酒味遮重啊？7早8早就在啉烧酒，实在。啊，你莫说呀，你这边，我来顾伊啦，来。哦。睡觉。哟。美姑啊，美姑啊，什么代志啊？苏苏去。Suzuki，是啥甲你代志的？你哪只要求得了甲你代志？你若爬起来甲我讲一声 ，Suzuki 啊！那是咧安怎啦？7早8早安尼靠阿妈，我就吵死人呀！你讲的 ，Suzuki 是代志？你情绪为倒来？你讲的，你看你这尔无天良，我要甲 Suzuki 结婚尔，你想过来我讲，你都该代志。我唔知影，我啉酒醉，我啥物拢唔知啦。阿伯啦，阿伯，啊，你来这尔无良心啦！你还假好势，你假好势，你好意家知道我，你是假势要捉我甲Suzuki，你是啥物倒鬼？你是啥物倒鬼啦？你啥物倒鬼啊？我啉酒醉啊！我讲啊第几遍，我家己都唔知影。大海，我真正啉酒醉，发生啥代志我都唔知，我哪可能杀伊啊？钱是安怎伫你的手头，你无讲得清楚。我就甲你讲我啉酒醉啊！我起来有一支钱，我哪会知啦？你还阁想要辩解？明明就是你跳到啉酒醉做大，该代志的对无？大海，你相信我，我唔是款人对无？你知影我讲这就是真软就是软的人，我袂反起反倒啦。我承认，我对苏苏琪哦真无介意，平常时也定找伊的麻烦。啊，不过阿满，我想通啊，你是一个查某，真歹命，你嫁予苏苏琪的真好命，我哪可能搁害你啦？我既然祝福你，我也无可能安尼做啊。阿满，你是啥物倒鬼？你讲的话我无要相信。阿满，我甲你讲，从以后我阿妈绝对无会相信你讲的话。你是啥物倒鬼？你唔是人，你唔是人，你唔阿是人！满，你真是我阿满。好啦，阿伯啦，听我讲。你免替伊讲，我绝对袂原谅伊。Suzuki 啊，Suzuki。啥？Suzuki死啊？哪会伫结婚前发生这款的不幸？要啥？Suzuki过去是我的属下，
较注意的后事，若是有啥物需要我斗相共的，你尽量甲我讲。多谢。我是咧想讲，正常的代志才拄好发生尔，只要阁发生苏苏记的代志，这两件代志一定有啥物牵连，无遐尼简单。你是咧怀疑这两桩案件都是同一个人做？照这个凶手杀人的手啊看起来，是同一个人无对。但是有一点，我咧想，一边是控制分子，另外一边是日本的孙查，因的立场是颠倒兵，是安怎这个凶手两边拢杀咧？伊是徛喺什么立场做这款代志？即摆唯一我想会到的就是，这被暗杀的人拢跟我有关系。我咧判断这个凶手一定是针对我来。要哪安尼讲，咱的身躯边毋就有一个真危险的敌人？无毋对，所以咱要赶紧把这个凶手找出来。阿文啊，你遮我无走倒啊！我咪久的原来毋是种死皮烂骨、不要见笑人。朋友若做甲安尼吼，我那是了然。你家己保重。有人讲你遮有法性命？你真正去报警察来抓我！你去报警察来抓我！你真正是黑白不分，你冤枉好人啦！你都都无！你这好查你这好查你这好查哪变安尼？哪安尼？啥哪来变安尼啦？哪安尼咪久啊？即摆上麻烦的就是，阿爸若误会咪久，一时我嘛毋知要安怎做才好。你阿爸对啦，我甲你行啦，你莫听咧，我甲你行啦，莫甲我赢啦，我甲你行，别你甲我放开啦，放开啦，放开啦！阿母啦，阿母啦，谁让咪姑向掠去啊？阿母啦，不管你安怎怪咪姑、怨恨咪姑，我拢无话讲啦。但是你哪会去报警呢？你敢袂记日本人是安怎对付咱台湾人？咱甲日本人有偌大冤仇，你敢袂记性？你安尼想，哪里你是咧怪我？嘿啦嘿啦，你咪怪拢无毋对，毋对是出去啥？毋对是我阿爸啦。小宝，你是我有去参甲歹记性，这个你哩啊！无毋对，甚至是咪姑的手头。但是咱袂用凭这点，就认为人是咪姑台。内底有啥物内情，咱也唔知啊。你即摆这么冲动，都出卖咪姑，将来你会后悔啦你！